我认为讲出去了后，我发现其实台北佫较好，人讲台北偌好趁，但是毕竟我的亲情，还是讲我的成长背景，拢是伫台南，所以我认为我转来台南，我还刚好有这种转来阮厝的感觉。你著甲想嘛，我若迄阵伫台北，我敢有法度开即个直播？其实足困难的，我有想过即个问题。我连要找一个当直播的空间，拢是真困难。我以前伫台一定是行人，我的研究室一定有别人啊。我若是大，我是毋知影，我若是大，我会住到倒位啦。但是若是伫咱大学的时阵做伙大的迄个状况，我无可能伫宿舍直播的，恁三个一定会甲我骂甲变过的。除非讲咱四个做伙播，但是这几率嘛足低，因为我相信你一定有各自恁家己要做的代志。所以伫台北，我其实嘛无啥可能讲开即个频道，伫遮练遮的小话，讲遮的台语，嘿啊。我有想要做，我嘛做袂到。我迄阵上做就是写我迄本台语的科学书啊，嘿啊，写几本嘛感觉足困难的。较会讲接到我转来台南，想讲先开即个直播安尼。